来继续来看高雄一个妈妈到某一间病院来生囝，尾也转到坐月来中心来检查，想袂到囡仔来确诊，佫紧急送倒来病院治疗。但是真奇怪的是，这个小男婴的父母拢无畏着病毒，一直到囡仔出院进前，嘛拢无接触囡仔。这个小男婴一直到出院进前，嘛拢无离开婴仔室，所以怀疑是院内感染。 但是病院讲，第一时间针对医护甲清洁人员总共39个人做 PCR， 嘛拢是阴性。即卖当积极咧找感染源到底为倒位来。 多出事的翁仔就确诊，大人哪会袂着有急？这是高雄一个孕妇，伊伫这个月初六伫林雅区一间病院生一个查甫婴仔，出事了后就送到翁婴仔室，一直到12，要转到产后护理之家做检查的时，想袂到发现讲囡仔确诊，赶紧带入医学中心的加护病房做治疗。奇怪是讲，这个囡仔老爸老母拢无畏着病，伫院内医护相关的工作人员嘛拢有做快筛甲 PCR， 拢总是阴性。那呢，到底是安怎？ 相关工作人员包括手术室、还有婴儿室、还有儿科，所有的39位的工作人员补做一次 PCR， 也都是阴性。烦恼讲，敢会是院内感染，所以讲病院针对其他翁仔有做体检，结果其他翁仔拢是阴性。2位有做快筛和 PCR， 也都是阴性。 这个翁仔出事后，伊的空间真单纯，那呢到底伊的感染源伫倒位？这都要搁继续追踪这工作人员的健康状况，来了解讲，敢有可能是倒一个部分出问题，才造成这个翁仔去畏着病毒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